齐浩啊，儿臣知错了，再也不敢跟小宫女们嬉笑玩耍了。我不是想说这个，我是想说啊，这一切都是基因惹的祸呀。你这点啊，算是随了我了。随您？浩儿，你现在走的这条路，你妈我是再了解不过了。再这么玩下去，是没有好结果的。一个男人，就应该像你父皇那样。母后，这些话你都已经说过无数次了。您说过要以学业为重，可是儿臣功课都做完了，不信您过目。母后，儿臣哪里做的不妥？没有，你做的批注简直太牛叉了。浩儿，你确定这是你一个人做的？嗯。做了多久？早晨送来之后，儿臣2个时辰就批完了。浩儿，就凭你现在的学识、见识，还有思维方式，简直是甩同龄的孩子10条街啊！强公公说了，我和父皇年幼时一样，是天生英才。你呀，真是又像我，又像你父皇。你教母后如何说你好啊？母后，那儿臣能去玩了吗？去吧。嗯。